江湖見湖北5日純玩團同款路線嚟啦，全程高鐵往返，直達武漢，唔走回頭路，全程入住國際品牌酒店，住得舒適先玩得開心噶嘛。行程帶大家暢遊江湖見取景嘅著名景點，起義門，著名戰役辛亥革命打響第一槍嘅地方，江南3大名樓之首嘅黃鶴樓，一段跟住唐詩穿越千年嘅文化之旅，仲有遠近馳名嘅岳陽樓，先有樓後有城。喺天下第一樓入面讀中國，登樓觀賞洞庭湖，重溫800里洞庭勝景，探索東坡赤壁，佢嘅全部靈魂都來自蘇東坡喺黃州4年嘅獵田重生。打卡埋武漢最紅嘅湖北省博物館，觀鎮店之寶越王勾踐劍，佢係一把刺穿時間，將臥薪嘗膽4個字直接釘喺你面前嘅王者之印。仲有仙桃夢里水鄉，收喺水上森林入面嘅綠野仙蹤，坐古船遊水上森林公園，感受船喺林中行，人喺畫中遊嘅具象化。上面所有景區景點我哋都重本包咗門票、電瓶車，仲有遊船，行程全程都入住國際品牌酒店，品質保證，放心瞓個好覺。食嘅話，仲有埋江湖見特別推介嘅湖北名菜排骨蓮藕湯。對行程感興趣嘅話，嗱臨 PM 我哋啦，記住旅行跟食玩，全程放心玩。